的诗歌，嘛，互咱搁一摆来思考这个歌词对咱生命以及信仰的意义。所以真好，咱逐礼拜伫遮聚会的时阵，毋那透过咱家己所唱的、咱所祈祷的，咱嘛听见透过诗班所唱的，咱做伙用无共款的方式，拢做伙伫敬拜上帝，也互咱伫咱今仔早起时每一个礼拜的主日，拢会当互咱享受含主三甲伫地同在美好的一个时刻。愿主赐福伫咱早起时的礼拜，也愿主赐福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透过咱今仔早起时来参加礼拜，搁一摆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来开始分享上帝为进前，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引带带领，互阮伫过去一礼拜，拢有你满满的恩典，也互阮伫今仔早起时，分别阮的时间，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朝见你，来敬拜学着你。主啊，求你伫即时来拍开阮的心，也拍开阮的耳孔，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摆，互阮得到帮助，得到利益，也得到鼓励。也搁一摆对你的话语当中，看见主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也透过这段时间，互阮搁较认捌主你，也来含主你来三千军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要继续要来含大家做伙分享，咱为啥要做伙来做礼拜？这个系列已经到第5讲啊，后壁阁有这个阁有3讲吼。第5讲的时阵，咱要来讲一个代志，就是咱每一个来主日来礼拜，除了之前讲过，咱来礼拜，为啥物咱来做礼拜以外，为啥咱爱来敬拜，为啥咱要来学乐？今仔要讲的一项代志是，咱来做礼拜，咱的主日的时阵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可能这个部分伫咱的礼拜定数内面无特别的强调，无特别讲出来，但是这是伫咱礼拜内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但是咱先来看，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咱拢讲咱爱来守主日？为啥每一个礼拜拢讲咱爱来参加一个主日的礼拜？咱为这个角度，咱做伙来想，为啥咱来守主日礼拜？也来想，为什么每一个礼拜的时阵，是来帮助咱的性命会当得到一个悔改更新的机会。当咱看为圣经来看，当耶稣定十字架埋葬，然后搁活的时，迄个时是伫第7日的头一日，伊对死人中搁活，然后才相信耶稣的人，就伫这天来组织来纪念耶稣，嘛来庆祝耶稣搁活的好消息。所以这天就定做是主的圣日，就是咱咧讲主日。所以当每一摆咱来守主日的时阵，咱嘛要了解一项代志：为什么咱通伫遮？有人讲是一个欢庆的主日，是一个欢喜的主日；有人讲这是一个爱纪念耶稣的主日。但是无论用啥物款的方式去描述讲这个主日，还是讲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，咱拢爱了解。有这个主日，有这个组织，咱相信一群相信耶稣的人组织伫遮，是因为耶稣，伊因为咱的过犯，透过伊的性命所换来。咱来了解咱每一摆伫遮主日，为头前所讲，为什么有主日？是因为耶稣为着咱的过犯，为着咱每一个人的罪，伊定十字架，然后对死。搁活用伊性命的代价所换来，所以咱来了解主日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主日的设立是因为咱人的软弱，因为咱人的过犯，所以耶稣为着咱钉伫十字架，为着咱来死。所以每一个咱守主日的时，其实咱嘛要认真思考，咱敢是讲带着一个讲啊，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。哦，礼拜日啦，会当搁见到遮个无一礼拜无看见兄弟姊妹，一礼拜无看到朋友，啊，足欢喜的，伫遮唱歌，伫遮学乐，有真好的空间。啊是咱搁有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我来到伫教会，我来到伫这个主日，我是带着啥物态度？
咱若是用这个角度来看，就互咱来了解，来聚会毋是来报道尔，讲今仔我有来；来聚会毋是讲我来参加一场的聚会尔。搁较重要的是，搁一摆互咱透过礼拜更新咱的生命，透过礼拜互咱重新调整咱的生命的角度，透过礼拜互咱嘛搁一摆来认真思考咱的生命。所以每一摆当咱到伫主日礼拜的时阵，咱嘛思考，咱敢有搁一摆将咱的软弱，也是将咱过去可能一礼拜所过犯的代志，带到伫上帝面前，求上帝怜悯，也期待透过礼拜，互咱嘛经历和耶稣同死，搁共搁活。所以当礼拜结束的时，咱嘛搁一摆问家己，伫这场礼拜我敢有经历着更新？伫这场礼拜我敢有搁一摆经历着搁活的快乐？毋通讲我今仔日参与一个聚会，我今仔有来报道，我今仔有来做这场的礼拜，安尼就够啊。当咱等礼拜要出去的时阵，互咱来认真思考，伫一场礼拜我敢有得到啥物？我敢有得到啥物款的更新？我敢有得到啥物款的帮助？得到啥物款的鼓励？伫咱拄仔所看的以赛亚书，咱的词汇替咱念的以赛亚书。伫上开始，牧师在讲这个系列的时阵，有讲以赛亚书第6章的这个经节，伊记载就是咱即马礼拜的听数的一个原型。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开始，伊记载规个礼拜的听数的原型。其中这段伊写了一项代志。这个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，伊当伊面对上帝的时阵，伊就讲哇害啊！伊讲伊面对上帝讲我害啊，为啥害啊？伊讲我的嘴唇无清气。我的嘴唇无清气，而且我阁看见上帝啊。然后，咱看见上帝差派伊的天使，差派伊的使者，将火炭捂伫伊的嘴唇，甲讲：你的过犯拢消除啊，你的罪得到赦免啊。然后咱后壁根本就看见以赛亚讲：上帝啊，差遣我。所以咱看见伫这个经文内面。当以赛亚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先知来到上帝面前，发觉哇，我的生命是有软弱的，我的生命可能是有过失的，我的生命可能是需要上帝帮助的。伊讲我看见上主啊，但是上主讲，你来调见我，你来到我的面前，我要互你得到洁净，我要互你得到更新，我要互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咱透过这个经文嘛，搁一摆牧师头前所讲的礼拜。毋那是欢庆、快乐、欢呼、敬拜、大声尔，搁较重要嘛，伫即个礼拜当中，互咱搁一摆来看咱的生命，透过咱的诗歌，透过上帝的话语，透过每一个听词，互咱来更新咱的生命。今仔咱所看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故事，大卫。大卫伊伫一生中拄着无共款大大细细的征战。当伊阁是一个囡仔的时，伊拄着上大的征战、上大的挑战，是由一个非常生了大肠的人歌利亚出现伫以色列人的军队的面前。然后上帝帮助伊，互伊打败这个歌利亚。然后大卫伊到伫扫罗王遐服侍的时阵，扫罗王看见大卫。哇！大家拢甲学了，大家拢甲学了。结果扫罗王，伊就要将大卫赶走，然后甚至要甲杀死。哇！大卫面对遮大的征战，伊只会当逃，一直逃走，一直逃走。伊的性命拄着无共款的征战，但是咱看见上帝拢不断咧甲伊帮助。咱看见伊伫这大大细细无共款的征战，上帝拢甲伊帮助。但是伫咱所读的经文，咱看见。虽然上帝帮助伊面对最的征战，但是伫即时，大卫伊却误用上帝予伊的恩典。大卫误用上帝予伊的恩典，误用上帝予伊的能力，伊面对另外一个更较大的征战，毋是看会到的，毋是看会到的一个歌利亚，看到的一个扫罗王，伊面对是伊的内心。
当咱要讲今仔看的这个十二章的故事，咱爱搁回头看头前的故事。虽然今仔根本无读到，特别你可能伫教会较久的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你应该嘛了解，应该嘛已经知这个故事，但是牧师嘛是该讲一解，互咱了解这个规个发生的代志。当大卫正做王的时阵，有一天，伊困醒已经是下晡啊，已经是下晡啊。然后困醒是下晡的时，伊伫个王宫行来行去，哇，行到一半，哇，无代志，行出代志，哇，看到一个真水的查某人伫遐洗身躯，然后大卫哇，真水的一个查某人，伊就内心就产生无好的念头。伊就将这个查某人带到伫个王宫，然后为着要得到这个妇人人，这个大卫，伊就想办法将伊的翁婿，伊个非常好的一个将军，将伊害死，为着要得到这个妇人人。你看原本拄头前讲，大卫面对侪的征战，上帝甲伊帮赞，上帝有能力，但这时大卫正对是王的时阵。伊嘛误用这能力，误用伊的权力，得到伊想要得到的。所以，然后咱就看见今仔的故事，拄经文足长的，所以咱搁来看一解。然后上帝就派一个先知叫做拿单，去甲大卫讲：这拿单其实爱足勇敢的，因为伊面对是一个王。若是大卫听了无爽快，伊可能会当将拿单安怎杀害，因为伊是王啊，伊当决定所有代志啊。但是咱看今仔经文一开始，伊讲上帝。看大卫所做的代志，非常无欢喜。上帝看见大卫做的代志，非常无欢喜，所以这个先知拿单就去甲大卫讲了一个譬如，讲有一个好业人，一个善食人，善食人有一只羊仔，这羊仔伊甲看做是家己的囝共款在甲饲，然后有一天这个好业人有一个好朋友来到因厝，哇，这个好业人伊要掠家己厝内牛啊羊来交代。伊看到边仔厝边这个善食人有一只羊仔，甲抢过来，然后甲抬死来请伊的人客。结果大卫听了，哇，非常生气，伊非常生气讲，哇，这个人，伊阁用上帝咒诅讲，这个人该死，这人该死。大卫安尼讲，该死。拿单就甲大卫讲啥？拍人的话救人。伊无讲这句，伊讲你就是迄个人，你就是迄个人。拿单安尼甲讲，你就是迄个人。哇，大卫着惊，讲啥？我得罪上主啊！我得罪上帝啊！大卫这时阵才醒过来讲，哇，这个人是我得罪上主啊！我拢唔知影。其实大卫一生真正的故事，毋那是圣经的故事尔。其实大卫所面对这的挑战，毋那是圣经咱看一个故事，看一个譬如尔，可能嘛是你，可能嘛是我的故事。无论是外在，还是内心，总是有一寡代志，可能互咱感觉有软只的事，互咱感觉心有不安的事，还是可能互咱感觉有过失的事。所以透过今仔日这个大卫所经历的代志，透过大卫伊生命这个真实的故事，嘛，互咱来搁一摆来思考也反省，每一摆来礼拜的事，每一摆咱来讲咱来条件主的面的时，咱带着什么款的心，咱带着什么款的心态来到伊的面前。所以第一项，咱的礼拜时阵，咱嘛学习，伫咱的生命，咱诚实面对咱的过犯，咱嘛接受咱的生命有软弱，嘛接受咱的生命是有限的。诚实去面对咱生命的过犯，接受咱生命有软弱，而且咱生命是有限的。拄仔经文牧师已经讲过，伫迄个图片讲过，大卫讲这人足残忍的，这人爱赔这人4倍，这人该死。大卫安尼讲，拿单讲你就是这个人。大卫讲啥？哇，我得罪上帝啊！拿单甲讲，上主了赦你，你无得到死。
透过这个经文，互咱嘛学习两项代志。第一个，咱知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。上帝是公义是审判的上帝。当大卫讲出我得罪耶和华的时，在伫伊非常清楚认捌上帝是虾米款的一个上帝。当大卫若是真无认捌这个上帝，伊若是认为讲我就是国王啊，我是国王，伊会当照伊家己的心意，对吧？但是这时阵讲我得罪上帝啊，代表伊非常清楚知这位上帝是啥，所以会当勇敢面对伊生命的错误，伊会当接受人的劝勉，接受这个拿单对伊所讲的话，因为大卫知一项代志。无虾米人，无任何人会当闪避上帝，无人会当隐瞒家己，无人通为上帝遐躲闪，无人会当将家己隐瞒起来。所以伫传道书的十二章14节，这个作者来讲，因为人所做的代志，连一切隐瞒的代志，无论是好的是歹的，上帝拢要来审问。人所做的一切，无论是好的，无论是歹的，拢无法度通隐瞒伫上帝。诗篇第9篇第8节，是里安尼讲：上帝要照公义来审判世界，用伊的正直来判断万民。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用伊的公义去审判这个世界，用伊的正直来判断万民所做的一切。所以大卫非常清楚知，上帝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上帝，所以请我过来讲我得罪上帝啊。但是有时阵，咱了解，当咱犯错的时阵，咱可能惊讲我犯错，敢会互人别人知我犯错的代志，还是我过去的代志，别人敢会甲我笑，别人敢会甲我骂，别人敢会讲你哪会安尼做？但是安尼可能毋敢面对遮个代志带来的效果，会当互咱活到一个惊吓内面，至到互咱可能会失去生命的方向，因为咱惊吓互人知影，毋敢去面对生命真实的问题。但是咱知，上帝拢知。透过多经文，咱知上帝拢知。特别伫诗篇32篇第5节，拄仔咱的课文嘛有读到，当大卫讲我我拢无讲话，我无爱认我的罪的时阵，伊讲伊规日流目屎，伊讲伊的性命感觉无力，伊讲上主啊，最后伊讲上主，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的过犯，我无隐瞒家己的过犯，我决意你讲一切。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你看，大卫讲，当我无讲的时阵，伊的内心就感觉足白白的。伊知无啥物代志通隐瞒上帝，伊知上帝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上帝。但是大卫嘛讲了一样代志，这个上帝是一个会当赦免的上帝。所以第二个，咱嘛了解，上帝是一个慈爱有怜悯的上帝。上帝嘛是一个有慈爱、有怜悯的上帝。当咱面对咱的过犯，虽然咱知上帝是一个公义审判，无论照人的好、照人的歹，伊拢会来看。但是咱嘛知上帝是一个慈爱、有怜悯的一个上帝。当拿单回答大卫讲：我上主要疗赦你，你无抵到死。所以大卫嘛认捌一项代志：上帝是慈爱、是怜悯的上帝，所以才会当大胆来到伫上帝面前来面对家己的过犯，大卫才有法度来认家己的过犯，承认伊生命是有软弱的，承认伊生命是有限的，承认伊生命真正是有一寡问题爱处理的。所以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，经文嘛安尼讲：若是咱上帝来认罪，伊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伊会赦免咱的罪。洗净咱一切的过犯。约翰一书的作者安尼讲：当咱上帝来认咱的罪，认咱的过失，承认咱的软弱，承认咱的有限，上帝是信实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伊要来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一切的过犯。所以咱了解，无任何人
会当闪避上帝的公义的审判，但是嘛无人会当闪避上帝的慈爱甲怜悯。所以上帝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上帝，但是犹原是一个慈爱、怜悯接纳咱的上帝。当咱诚实面对咱的过犯，接受咱的性命是有限的。伫欧洲奥地利的维也纳，伊的首都维也纳，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礼拜堂，伊叫做加布浅会教堂。这个礼拜堂，伊专门迄个地下室，这个礼拜堂的地下室，伊专门伫埋葬遮的国王，因的家族的人拢会种伫这个所在，这个礼拜堂下面。伫这当遮的国王、遮的家族，因要来举行告别式、举行葬式的时阵，伊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告别礼拜。咱来看这场特别的告别礼拜。当这个告别式的礼拜，伊要行到伫这个礼拜堂前，这个行的这个人非常的多，因为是国王嘛，所以这个要这个告别式的队伍非常的长。所以，这个队伍上头前带头的，伊就会到这个礼拜堂的头前，大声喊：弄门！内面呢，紧开门！吼，你来弄门，内面呢，紧开门。然后内面礼拜堂内面会细声讲：我敢若听到有人在讲话，毋知在弄门的是啥。然后这个带头的，佫会大声讲啥？这个是某一个国王，这是某一个国王。伊已经过身啊！伊要来教会举行告别式，紧开门啊！然后内面的人佫细声甲回答讲：我无听过这个人呢。恁可能听毋着所在啊！我无认捌什么款的国王。然后这个带头的人，伊就佫会转去伊的队伍，含遮的国王的家族佫讨论了后，伊佫第二届到伫礼拜堂的门口，然后佫一届弄门。但是第二届是伊的声音和弄门的这个力度就佫较细声，佫较细声，佫较细声。这时阵内面的人，伊用比第一届佫较大声的声音讲啥？我听到礼拜堂外面有人在弄门，请问是谁在弄门？然后这个带头的，伊无像第一届大声，伊就较轻声讲来弄门的哦，是某一个国王啦。伊做了非常伟大的代志，做了足侪足好的代志，对这个国家足有贡献的。但是伊即马互上帝接去啊，伊要来遮举行告别式，拜托你开门好无？但是这时阵换内面人较大声哦，讲，我无听过这个人，这是啥？我嘛毋知讲伊有做过啥物代志，我毋知伊对国家有啥物贡献，我毋知伊有啥物伟大的代志，请你离开到其他所在。哇，要安怎？然后这个带头的，伊佫一届，顶靠含遮国王的家族，佫一届讨论。然后伊第三届，到伫礼拜堂的面前，用非常轻的方式来弄门，非常轻来弄门。然后即摆换内底人非常大声讲：我听到有人在弄门，是谁在弄门？倒变过来。然后这个带头的就用非常细声的讲：来弄门的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伊即马互上帝接去啊，要来礼拜堂做礼拜，来追求上帝的怜悯，追求上帝的了赦。这个时阵内面的人才讲，所唱大声讲，来人啊，紧嘞，门拍开，欢迎大家拢入来做礼拜。咱看见这个礼拜非常特别，对吧？咱伫这个礼拜看见啥物？咱看见一个国王，原本想讲，我是一个国王哦，我做了侪代志哦，我做了足侪伟大的代志哦，我非常的厉害，我要来遮做礼拜，应该互我来遮做啊，应该内底欢迎啊。但是咱却看到内面的人讲啥？我无熟悉这个人。然后到最后，这人讲，这个人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有过犯的人，伊即马互上帝接去啊，伊要来追求上帝的怜悯。上帝的了赦，然后才开门，互伊入来。咱看见一个国王，也是咱看见一个非常伟大的人，也是咱拄看见大卫，咱看起来非常的做了足侪代志，对吧？非常的伟大，但是犹原爱面对性命的问题，犹原爱面对性命的过犯，毋是靠讲家己哇
偌高外表装他偌好，做了偌好的代志，上帝就讲哇，这是上好的。当认真去面对生命的软弱、生命的有限，咱看见上帝怜悯，用主爱来引带伊。所以，当咱的生命和上帝面对面的时，若要得到伊的怜悯，得到伊的赦免，除了咱谦卑伫伊的面前，无其他的方式。当咱和上帝，咱的生命和上帝面对面的时，除了谦卑伫伊面前，无其他的方式。我想，生命上有气力的人，上有能力的人，是愿意认真反省，看见生命有限，看见生命是软弱的人，愿意反省悔改。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，嘛是一个神学家，伊叫 Karl Barth。伊讲了一句话，翻译叫中文，伊讲：当咱拢不断地讲家己做了偌好的代志，做了偌伟大的代志，做了偌济看起来好的作为，咱是竞争者。因为咱咧讲我做了偌好，我做了偌好，我拥有啥物，我得到啥物，我做了啥物款的代志。但是当咱彼此承认，咱是有限的，咱是有过失的。承认咱是软弱的，咱才会成做是兄弟姊妹。我想，当咱来到教会的时阵，咱毋是因为咱有啥物，咱才来教会，毋是咱拥有啥，所以上帝讲哇这样好，来哦来哦来哦。我想每一项犹原带着咱生命的软弱，带着咱生命的问题。但是当咱伫主日的时阵，咱带着咱的软弱，也是伫咱有小组，伫咱有聚会，带着咱的软弱，带着咱的需要来到伫聚会的时，咱彼此讲出来，彼此分享出来，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得到伊的怜悯，也承认家己的软弱，也求这个主爱怜悯的上帝来帮咱，嘛搁一摆互咱反省思考咱的生命。第二样代志，无需要大家分享的是，毋若是诚实面对家己的过犯，咱嘛爱倚靠上帝的帮助，追求生命向前。追求生命的改变。当咱承认家己爱调整的生命，可能有一寡问题，可能有一寡过失的所在，毋是只有停留伫遐。咱嘛倚靠上帝的帮助，互咱继续向前，互咱得到改变。当大比伫犯了这个非常大的错误了后，就是伊将伊的将军的某抢过来，然后伊佫讲我感觉家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代志，伊认为我家己袂做这种代志，是迄人该死，做迄人该死，因为伊可能佫认为家己无毋对。但是当大比发现哇，我确实有问题的时，我确实有软弱的时，伊写了诗篇51篇，伊安尼甲上帝祈祷，伊讲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重新建立起造一个清洁的心。互我的心内面有一个忠心正直的灵。当大比犯了这个非常大的错误了后，伊甲上帝安尼祈祷：上帝啊，求你互我一个清洁的心、忠心正直的灵。你看伊大比祈祷啥？伊讲忠心，佮向前，佮改变。伊毋是只有停留伫遐。咱知犯错了后的悔改认罪，毋是对所做的代志，感觉非常的苦恼。哎呀，我哪会做这款代志？哎呀，我哪会做这款决定？哎呀，我开安尼，毋是只有安尼，停留伫讲一直后悔，一直烦恼，讲哎呀，但是安尼，咱需要是一个改变的能力，咱需要是爱追求着一个改变的能力，为咱的心开始，悔改是为咱的心开始。所以代表有啥讲，爱互我清洁的心，起造一个清洁的心，互我有一个忠心正直的灵，代表希望伊有一个改变的能力，为伊的心开始。更较重要的，这个心是求上帝的灵，上帝甲伊帮助，互伊有一个清洁正直的心，毋是用家己的办法，毋是用家己的办法，毋是用自我中心去批判，讲我犯这个罪，毋是用自我中心想办法解决，
啊，我今日袂记你去礼拜，哇，安尼我今仔转去爱读10章的圣经，安尼上帝可能赦免我。啊，我今仔可能袂记你爱每日的灵修，安尼我明仔载检查祈祷，安尼上帝可能会赦免我。毋是用家己的办法，毋是用家己外在方法去批判讲啊，我犯罪啊，主啊赦免我，然后停留伫遐后悔。安尼的信仰只是停留伫原位，这是宗教。若是不断伫后悔、苦恼中不断一直经过，反倒等这是对生命的控告，对生命的定罪，这阻碍重新开始的能力，也阻碍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当咱的生命无重新一个开始，咱可能只是不断的控告、定罪，甚至咱可能有一个声对家己讲：我就是无够好，我就是做袂到。上帝可能因为安尼无听我，可能就毋敢去真实去面对生命，毋敢面对所犯的错，可能犯错了后嘛，毋敢去讲话，就继续生命安尼继续落去。我印象中有一摆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和阮小弟吼，只要生做伙，阮拢就吵的吼，就吵的拢生做伙就大声就吵的。有一摆，阮妈妈开车载阮两人出去，而车阮坐伫后面，阮妈妈开车，后面我耍甲足大声吼，足吵的。那有在开车人就知吼，足歹有后壁有人伫遐吵着吼，是希望咱专心开车。时阵我和阮小弟，阮阁是囡仔尔，所以阮才毋知遮个代志，我就耍甲足大声，所以迄时阮妈妈就甲阮骂，讲哎呀，耍甲大声啦，我咧开车吼，吃饱是讲伫遮，不要紧吼，伊就甲我骂吼，结果哇，落车了，阮就就点啊，互人骂，阮伫遐耍我啦所以内心就毋敢讲话。结果就车了后，妈妈继续驶，奇怪驶到一半，奇怪后壁拢无声，妈妈认为讲哇，这对兄弟真正有听到这个老母的劝勉，有悔改的心，点。结果外头一看，我无就车，我问阮小弟讲，你哪无讲啊？我妈讲，我迄时阵可能迄心就惊吓，毋知讲，你知影？我妈继续驶。去后壁拄好，因为迄时阵拄好后壁，阮和阮妈妈的另外一个同事出去，后壁的同事载我，你敢毋知？伫后壁叫阮妈妈的车。你这有时阵当犯错的时阵，当互人骂，而是你家己定罪讲我就是安尼。有时阵抵到咱毋敢讲出来，抵到咱毋敢真实去面对。有时阵咱若是不断地后悔。不断伫这个苦恼当中，可能就真做是咱生命的定罪，也是控告。所以有一个牧师叫毕德森牧师，写了非常济册，伊嘛是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。我伫一本册当中我看到，伊讲了一句话，我非常的认同。伊讲，当咱犯错，而且甲咱的生活可能愈甲非常混乱的时阵，咱会发现讲上帝伊无离开，颠倒转，伊踏入咱生命、咱生活中麻烦的代志，要来拯救咱。这个牧师讲，当咱的生活看起来哇，非常的混乱，多代志，但是上帝无离开，伊反倒转是进入到咱的生活，要来拯救咱，要叫咱毋通搁安尼的生活，互咱有一个重新向前的开力。伫约翰福音内面有一摆耶稣，伊拄着一群人将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带到伊面前，然后这边仔的人讲这个妇人人行奸淫，来，咱来摕石头甲钉死，咱摕石头甲钉死。然后耶稣讲，耶稣想了足久了后，耶稣徛甲这边仔人讲，好，恁若是无犯罪，恁会用摕石头甲钉死。然后经文的描述讲，为年纪上大的先离开，到最后上年轻的最后离开，最后全部离开剩耶稣和这个妇人人。
有因人讲啊，耶稣你要定我的罪吗？耶稣你要定我的罪吗？耶稣讲啥？我嘛要定你的罪，去，毋通搁犯罪。耶稣讲啥？我无你定你的罪，而且耶稣搁讲啥？去，叫伊安怎？重新开始。耶稣叫伊重新开始。所以耶稣来到生命，也是咱来教会，咱知咱和耶稣的生命是有关系、有结连的。特别咱来主日的时阵，是和耶稣有非常大关系。咱知耶稣来这个世间，毋是为着要来将这一切错误拢全部找出来，讲啊，这毋对，这毋对，遐毋对，毋是。更较重要是，互帮助咱恢复和伊的关系。信仰的生活，就是互咱的生命中的无可能拄着耶稣得到转变。信仰的生活，就是互咱生命中感觉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拄着耶稣得到改变。所以当咱看圣经，使徒保罗伊讲我是罪人中的罪人，伊家己的信仰告白嘛讲，我搁较欢喜来夸口我家己生命的软弱，互耶稣基督的能力通来压榨我。你看这是保罗的信仰告白，伊家己讲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人，但是讲我欢喜夸口我的软弱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是搁较大的。所以咱了解生命中可能有无完美的所在，可能有缺点，但是这颠倒转带互咱一个救赎，毋是只有咱停留伫遐。当咱主动承认，咱可能有过失，咱的失败，咱的软弱，伊真做是一个稳定的记号。伊颠倒转真做是一个稳定的记号。所以最后牧师要分享，互咱做伙来学习，真做一个合上帝心意悔改的人。所以当咱看去大卫，哇，做了这个代志，其实咱认真看圣经，大卫嘛有足侪犯错的时刻，伊嘛足侪犯错的时刻。就是使徒行传安尼描写大卫，伊讲亚西的后生大卫，伊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拢遵行我的旨意。你看伊做遐侪毋对的代志，伊有失败啊，有软弱啊。为什么伊有法佫讲伊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？因为真正了解上帝是啥，伊了解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是一个怜悯慈爱的上帝，是一个帮助伊继续进前的上帝，是一个帮助伊生命重新开始的一个上帝。所以，互咱了解悔改，也是生命的更新，毋但是后悔，也是愿意改变，不再继续伫同款的错误来犯错。可能咱的生命犹原会有软弱的时刻，生命犹原软弱的时刻，牧师嘛犹原可能嘛是会有软弱，嘛可能会有失错的时刻。但是，互咱学习，当咱愿意去面对，重新将生命的焦点放伫上帝的身上。所以，信仰真实的福音甲稳定是啥？是甲咱的上帝联合，甲咱的上帝联合。毋是只有相信讲啊，我知，我知有这个上帝，我知有这个耶稣，我知有这个福音，但是咱无和伊联合，咱爱清楚知生命的问题只有耶稣会当来解决，生命的软弱、生命的有限，只有耶稣通来解决。阮上帝赐福咱，嘛透过咱每一个礼拜，互咱来思考咱生命的意义，也透过每一个礼拜。透过上帝的话语，互咱来重新开始，互咱来自信伫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带领内面。只是咱先来做伙唱一条回应的诗歌，然后咱来为规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咱会唱圣诗第160首，诗曲我需要主，咱坐吟就好。